是不好。这个特啲喺这里张只是这个我说法，说觉得很好。系喺度。哇，我的胃病干痛啊！一啲啦好，我讲咧话啦啦，我呀又痛又吐。一啲啦好啊啦啦，啊就咪冇我只有2个时段不会吐。都使嗰啦高单啊之間。不会吐的时间，2个时段。第一个去访问的时候，这个你好唔好？这个不会吐啊。这个一回来，就吐了。大家都冇好冇达到。还有讲道的时间，这好阿家是。奉主上面讲，不忘记了。忘记我是病人。你阿家是好，你看你什么阿家是什么冇到到個。讲道完了，祷告完了。马哈阿家是马哈哈利路亚，这样。哈利路亚，下到传道房，吐了。大家好，啲啦係傳道房。你看多痛苦啊！啲啦好，啲啦個你就是很愛護我。什麼好？你就是現在阿弟。你都愛食油啦。這麼久油我食了都點起啊，真好誒呢。kumain yung sasabayo yung hot trip sa ito。我想說好，感謝主，這是我要學習的功課。好，你好，那naman ako hanan ay功課。那種痛啊！我要hanan ay adadai。一直講。啲好，好多你再hanan。那我大便又是一粒的，好像養的那個大便有沒有一粒一粒的，已經胃出血了。我大馬在來度西里沙呀。痛的這樣，這個整個痛到這裡，然後從這邊痛到衝到頭腦這裡，所以很快麻那就是這樣。我的好啊，大家對這副風好。麻那都個當然是嘅啦。痛到這邊來啊！大家一風我阿啦。我那種病痛的累比工作一天的累還要嚴重。我也好，如來努阿拉好，一個該努咁冇嘛。感謝主，我都沒有請假。感謝下都講啥子。一直忍呐。這個好，你再喊一點。我知道主耶穌會愛我。什麼好，神阿來接受。我只有2個想法。主耶穌如果說亞佑要回家了感謝主就回家嘛，那有什麼辦法？但是呢，耶穌如果是還要用我的話，那我一定會好。真的神的愛。因為那時候我負責呢正兵和泸州嘛。所以煮飯的姐妹很辛苦的。我只有喜歡吃魚和蛋，其他的我都不要。有時候嚴重到什麼程度呢？廚房在煮菜的時候，聞到的味道就很討厭的，好像害喜一樣。原來害喜就是這樣。所以我們做丈夫的太太害喜要體諒，知道嗎？有的很討厭那個味道。有時候很討厭丈夫的味道。有時候看到丈夫手術頭做，這麼好像做出一樣，很可怕，很惡心呐。所以呢，真的很痛苦。但是非常感謝主，我一直知道神的愛。那麼其他什麼病痛方面來講也有。尤其我太太那時候病很嚴重的時候，我先講到我的神給我後來健康的身體卵巢瘤、肝病、腎臟病3種。肝病、卵巢瘤然後腎臟病，腎臟病很嚴重的。但是我們已經得到福音的能力。我們是神的兒女。所以我告訴我太太，這次我要告訴大家怎麼樣去照顧病人。我一定要很高興的來去照顧病人，給他有信心，給他有喜樂。我告訴他說感謝主。這是一個博士班的考試。博士的呢，博士班的考試，不是小學的哦。你看在靈身上能夠達到博士，感謝主啊！不要憂傷，不要害怕，給他信心，給他快樂。在旁邊唱詩給他聽，在旁邊讀經給他聽。他叫我們做什麼要很勤快，帶着笑臉，
高高兴兴的，帮他洗澡也是很高兴。不要说很麻烦呢，要脱衣服那个针打进去，那个不能脱掉，那很麻烦，怎么样呢？你怎么生病了？我很辛苦呢。尤其那时候我负责东南区哦，还要到花莲照顾他，我都是高高兴兴的。真的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真的，有什么比喜乐还要重要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得到福音的好处。福音不但是能够让我们胜过魔鬼，给我们平安，将来我们可以回到天国去。我们的盼望叫做活泼的盼望。活泼的啊，真的丰丰富富啊！得到永生就是有满足，有满足，有永远的福乐啊！保罗知道他会得救了。如果要选择叫他死，他很高兴的。他说我与耶稣同住是好的无比啊！这个是谁为我们预备的？主耶稣给我们的哦。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讲那开玩笑的话呢，是真的。我们说甩你奈，柬埔寨不，对，国学不是骗的。国学就是骗的。对，国学。不。泰国说精，真的是真的。真的，我们要相信这一点。真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就是这样的福气呀。有什么比永生还有得到永生还有什么福气呢？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福音以后呢，人生不再是短又苦哦，不是的哦。那是旧约时代的，那是雅各约瑟的爸爸他讲的。那是创世纪那边讲的。那是约伯讲的。说人生短而苦啊。新约时代不是这样讲的。我们得到福音以后呢，已经有永生的盼望。即使基督徒死了，还要复活起来。你看。是短暂的吗？在我们里面已经有永生那种盼望啊！如果耶稣基督降临，他再临的时候，我们就活着变作灵体啊！所以我们已经对死亡没有什么惧怕了。那么至于世界上的苦啊，因为我没有时间一一的放给你们看。你看圣经里面都说短暂的，无论是生病也好，经济的苦也好，还有其他的困难也好，都是很短的。这是我的体验哦。其实神给我们的快乐很长很长的，神给我们平安是很多很多的，只不过是我们不懂得感恩嘛。所以我们不懂得感恩，我们就没有喜乐啊。所以主耶稣实在特别爱我们。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真正的享受到这个福音啊，福音产生的力量。第一个要分享的，我们的家。所以
当然大家都爱我们自己的家庭啊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把福音的好处分享给家里的呢？家里的人能够看到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，那个平安和快乐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想想看看。我希望我们在这个家、这个家，给家里平安，给家里喜乐。尤其夫妻之间呐，我们不要期待对方爱我们。我们要先去爱他，我们要去分享给他，我们要给他快乐。这个从哪里来的？耶稣已经给的满满的，很多我分给你啊。我还有啊，他讲的很好，宝法第三，宝法第三，分享就宝法第三。你们听懂吗？宝法第三，我讲一个例子给你们听。他已经乐在其中，忘掉自我了。我们光复比如说我们这边的一片的水田，那么上游呢有池塘，然后都有养鱼。我是这边的一个会员。然后呢，我们都是里面的会员。有一天呢，我们在抓鱼。张执事知道我们是亲戚。在抓鱼的时间，他来了。那我很多鱼。我看到张执事，我给他2条。那叫宝法第三。这边还有好多条啊！那张弟兄看到张执事也给他2条。对，宝法第三。2条而已，我还很多啊！我们为什么在家里不要把福音的好处，宝法第三我们的太太，宝法第三我们的丈夫，给我们的孩子呢？为什么不能显出福音的快乐和平安呢？这就是我们要检讨的地方。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家很重要的。真的，我们要爱我们的家。我们必须要自己成长起来。福音在我们里面真正的充充实实的。弟兄姐妹，我到国外，我没有亲戚，自己这样跑的。当然，我们这个斗志、这个力量从哪里来？有时候很不顺的，但是不顺当中，我是包赢包赚的。我告诉你们一个观念，真的很感谢主。我到越南，因为我尽量节省这个钱。其实我可以住那个单人床的25块美金。因为我的同工也住25块呀。我就住15块钱美金的。那么坐计程车呢？因为有时候要花9万10万。他们的钱呢？他们钱比我们小了。但是搭公车的话3000块。那我们的钱大概7块钱到6块。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个观念的问题。有一天，越南的朋友，我说带我出去歇息搭公车。他说好，带你去，带你回来。结果他带我去呢，不带我回来。他说我有事情，我要回家了，这样。我不是说他不好，没有办法，他有事情呢。好，我在想，好，刚才我们在那里下车，刚才在那里吃饭，因为我们跑来跑去嘛，我连那个吃饭的地方都找不到啊。那怎么办？那我就告诉我自己，不要搭计程车。
达朗大金州也很容易到啊，啊，那侬给点到下那个目的地啊，啊，还好在带啦。因为有名片嘛。咱们那个也个但是要花很多钱。啊，咱们好在个是我不要花那个钱。啊，这经验过来等。不会讲越南话。这个反正都在教你的来。人家比的，这样。啊，这国家没。就讲走过去。啊，这个好，带了过来。到那边说没有。啊，带了好的，带了走过去。带了。我没有，我一直在想。这个好，这个过来。一直告诉我。啊，这个不要搭计程车。一定要找到。我下次才知道。因为要搭11号的。啊，按照好11号是的。刚好11号，因为我来11号，回去也要11号啊。按照马林安有11号，民路街有11号。就是我找不到我吃饭的地点了，找不到啊。我的好个公安的好这个吉林。好，走了1个小时。吉林嘛，再都给过来比较吉林。我开始快乐了。这个还蛮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灰尘多。咱们好在过来打火是的。又流汗。又穿皮鞋。为什么我高兴呢？感谢主。晚上我不必运动了。啊，晚上我现在已经走了1个小时，运动好了。是不是赚到？我没有怨言。感谢主。然后在这样情况之下呢，因为我的心态已经心里很高兴了。看，11号。哦，这马上过了11号巴士。看到了。啊，蛮能懂。就走过去啊。啊，太难懂。就回到原来我启程的地方。啊，这个好，把地过对好，把卡鲁马塔那。